鄧博士啊，可唔可以同大家咧講下香港嘅法律制度有咩特點咧？好啊，香港咧係中國一部分，不過咧內地咧就用嘅比較近似大陸法啦，而香港就比較近似係普通法。咁啊，一個國家必然有兩套唔同嘅法律制度，其實喺呢個世界上面咧都非常少見㗎。香港就並為做區域國際法律同埋爭議解決嘅中心啦。哇，原來咁特別㗎！咁普通法同大陸法其實又有咩唔同咧？呢個都好問題。簡單嚟講咧，大陸法咧係源自於羅馬法嘅，靠成文法典，咁啊一條一條將啲法例寫下出嚟，咁好清楚每一件事嘅定義嘅。普通法咧就唔同啦，咁啊源自於英國啦，靠啲判例法啦，咁即係法官咧判案之後咧，嗰個判決咧就變成法律嘅依據，變化都會幾大㗎。咁即係話咧，大陸法咧就係睇條文啦，普通法咧就係睇案例嘅。冇錯啦，咁例如咧，內地有本叫合同法啦，咁將啲嘢寫晒上去，有咩可以做，咩唔可以做，咩啱咩唔啱。咁但係香港就冇一本叫合同法嘅書嘅。咁我哋喺上堂嘅時候咧，咁啊老師就會講故事啦，即係一個一個咁嘅案例，咁啊就會講下邊個法官判咗啲咩嘢咁樣嘅。咁其實法官喺兩個法律制度裏面有咩唔同嘅角色咧？咁啱㗎。喺大陸法入邊咧，法官咧就係法律嘅應用者啦，按照條文判案就唔會改嗰啲法律嘅。咁喺普通法入邊咧就有啲唔同啦。法官除咗判案之外咧，仲會透過判例去做新嘅法律。即係咁樣啊！我哋每日處理嘅案件咧，都可以變成聽日嘅法律。咁咧影響其他案件點樣判嘅。咁普通法咧係當事人嘅主義，咁即係當事人嘅律師咧就要主導案件嘅處理，而唔係法庭或者法官。咁嚟講咧，普通法對於法官同埋律師嘅要求都幾高喎。咁有冇例子可以講下點樣法官做法咧？好啊。咁例如咧，2001年啊，莊豐源嘅案件，咁法庭就判咗咧，所有喺香港出世嘅中國籍 BB 咧，即使佢嘅父母唔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咧，根據基本法第24條咧，都可以攞到香港嘅居留權嘅。咁啊，政府當時咧就唔俾阿莊豐源攞身份證啦。咁但係判咗呢個之後咧，就成為我哋嘅案例。咁咧之後咧就好多內地人嚟香港生 BB 啦。咁聽到你咁講，我哋對普通法而家認識咗好多咯喎。咁啊，多謝鄧博士。